橫琴匯又有一個租盤單位，俾大家睇睇我哋露台望出去嘅景觀先。小橫琴山遠處係可以望到橫琴二橋，呢邊望翻過去呢，就係匯金灣、橫琴灣。樓下呢個位置就係橫琴嘅國際影視城，視野非常之開闊。好靚仔呢個單位，108平方，4房。入門嘅位置開始帶大家睇睇。業主小住咗一陣，依家放出嚟租。獨立門戶俾大家睇睇。嗱，出邊呢度成條走廊都係我哋屋企私家地方，兩邊呢都封晒窗㗎啦。咁啊，採光通風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呢一個區域。入咗嚟之後，左手邊就係玄關鞋櫃啦。咁啊，過返嚟都係華為嘅全屋智能控網系統。右手邊有第一個房間。嗱，呢個房間望返落去，呢邊望返落去咧就係橫琴嘅華發商都，行落樓幾分鐘就可以到㗎啦。咁啊，窗簾都做好晒，現狀出租下，咁啊業主就唔配其他家私㗎啦。俾大家睇睇，飯客廳一睇，6米嘅開間。呢邊係客廁，再過返嚟第二間房。好啦，俾大家睇睇廚房先。Bosch 嘅3眼爐頭 ，Bosch 洗碗機，卡薩帝嘅雙門大雪櫃，2口嘅淨水器都係標配。咁露台呢都係比較闊落，呢邊有洗衣機啦，同埋史密斯零冷水系列嘅熱水爐，俾大家由呢個角度望一望我哋嘅飯客廳。第3個房間，好啦，過返嚟我哋嘅主人房。曲斜型嘅採光窗，睇睇我哋嘅陶瓷，維寶嘅智能馬桶，全尺寸嘅鏡櫃，山景108平方，獨立門戶，4房2廁。如果有興趣諗住喺橫琴嘅華發商都隔離租個4房單位呢，呢個單位可以睇下。咁啊，呢度去返橫琴後岸呢，都係5-6分鐘嘅車程。咁如果有興趣，call 俾你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